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，小知識大挑戰。我哋今次任務係就快揾市民答中5條同傑出運動員選舉相關嘅選擇題。如果輸咗就要接受大懲罰。一陣間咧，我嘅策略咧就係問問題嘅時候咧唔使急，最緊要快，問得快，佢又答得快。3、2、1，玩遊戲冇難度啦，我已經見到心水嘅人啦，我哋一齊嚟啦！佢太快啦！第一題，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由邊一年開始接受公眾投票嘅呢？ A. 2000年度 B. 2021年度。答案係 B。諗清楚。 A。係 A 啊嘛。A。係啦，係正確答案係 A 嘅。第二題問題，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之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共有多少個名額呢？ A. 8男8女 B. 5男5女。 B。正確答案係 B。第三題，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自2000年由港協暨奧委會主辦以嚟，由邊位當選傑出運動員最多次呢？ A. 吳安儀 B. 傅家俊。係啱嘅 A. 吳安儀。好，第四題，上屆運動員係邊個成為3秒得主呢？ A. 張家朗 B. 江文慧。梗係張家朗啦，點會揀江文慧啫？係，答案係張家朗嘅，係啦。最後一題啦，今屆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候選名單一共有幾多個提名呢？ A. 138 B. 128。 128。正確答案 B 128 ，yes 係啊冇錯，1分48秒係咪？1分48秒就完成啦，係。咁完全係我壓倒性勝利啦，1分48秒冇難度。罰咩好咧？咁我已經諗好咗㗎啦，咁就係要轉個大運新年，佢要轉夠20個圈，係咪可以停㗎啦？係咪可以停㗎啦？觀眾覺得佢可唔可以停啊？表現合唔合格啊？係最後一個啦，出嚟都好開心。OK，揾未啊？點啊？好玩啊！今次輸得心服口服啦嘛，好過做體能啊！國泰2025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公眾投票已經開始，把握手中一票，投俾你心目中嘅香港傑出運動員。